歡迎大家嚟到與領袖對話活動。我係科 D 班許純欣，我係科 B 班陳敬軒。今日好榮幸邀請到 U21男子個人型世界冠軍鄧耀軒先生接受我哋嘅訪問。鄧先生喺更加喺全國青少年運動員甲組個人型獲得金牌，喺唔少國際賽事佢都屢獲佳績。佢爸爸更加係前港隊教練，自細就喺佢薰陶下練習空手道。鄧先生想問下你細個嘅時候，你用咩心態學咗空手道，而成為空手道運動員係咪你細個嘅夢想咧？首先好多謝大家出席啦。我都介紹下自己先啦。咁其實我係由3歲開始學空手道嘅。咁爸爸係空手道教練啦，所以其實我細細個已經開始接觸呢個項目。咁好多人會覺得係咪因為爸爸係教練啦，所以我逼住一定要練空手道嘅？其實係。咁係因為當時我咁啱受到爸爸教班嗰陣時啦，咁我見到啲人出拳覺得好型，咁就嗌爸爸話可唔可以幫我試下？係啦。咁當初玩空手道嘅心態其實係諗住玩下嘅，即係可能係同啲小朋友一齊互動啦，開心可能玩下踢下雞髀嘅啫。咁但係慢慢去到大個嘅時候，就開始有一個認知，究竟咩係空手道咧？即係點解啲師兄可以做到咁快出拳、咁勁嘅一個腳？咁慢慢就會開始想去鑽研空手道，咁就直到依家就成為咗精英運動員啦。係啊，興趣真係可以用時間去培育出嚟。咁你係點樣保持住對空手道嘅熱情咧？我諗係好多原因嘅。首先就係個初心啦，即係可能我依家身為全職精英運動員，就係個目標係攞獎牌啦，去進步啦。但係最緊要做運動員都係要鍾意嗰個項目咯。因為頭先都有同校長講過啦，即係可能做運動員好辛苦啊。但係如果你係淨係諗住去攞牌先做運動員嘅話，好難去堅持到而家咯。咁仲有就係背後嘅支持啦，因為我依家做咗運動員都有10幾年啦，咁背後嘅成功唔係得自己一個咯，係我屋企人嘅支持啦，有體院嘅支持啦，學校嘅支持啦，物理治療師啦，好多嘅心理治療師啦，即係好多嘅都幫過我嘅人，亦都有好多嘅期待，好多嘅期望啊喺我身上，所以我唔會想去辜負佢哋，我想繼續去玩空手道。要長時間保持住呢份熱情，真係好唔簡單，一定要充滿熱愛同埋好鍾意先堅持到。你又覺得空手道帶俾你乜嘢嘅價值咧？都好多嘅。其實空手道俾到我同屋企人好多嘅回憶啦，教識咗點樣做人啦，即係可能有紀律啊，嗰個抗壓能力啊，即係其實我見到大家咧，可能大家唔係好 feel 到，其實有種壓力喺度嘅，咁但係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即係我每一次嘅分享，亦都係我每一次嘅成長啦。咁所以空手道都令到我可能喺比賽場嘅抗壓能力高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冇咁緊張啦，係啦。咁仲有嘅就係係啦，啱啱提到嘅同屋企人嘅陪伴啦，啲回憶啊，呢啲都係空手道帶俾我嘅好多價值咯。我都係足球校隊，喺出面都有踢球會，我都要好好諗下足球帶俾我嘅價值。我都要經常參與唔同嘅訓練，升讀咗高中之後，課程好緊迫，又要兼顧學業，我真係覺得好難。而你喺中學嘅時候已經係一位職業運動員，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呢？你應該都會有呢方面嘅困難，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當中對你有啲乜嘢影響咧？係，即係喺運動同埋學業嗰度點樣取得平衡啦？咁其實我哋學生運動員啦，可能在座各位都係又要學又要讀書啦，又要做運動，其實點樣去兼顧咧？咁其實我自己個經驗啦，其實就係盡量去抽時間，點樣去管理好個時間啦。因為大家都得24個鐘嘅啫，即係我如果選擇去打機，咁我咪少咗嗰1個鐘咯。咁我就其實即係會犧牲比較大嘅。咁但係得出嚟嗰個回報，即係當我企上頒獎台嘅時候，企上冠軍個位置嘅時候，嗰個我會覺得一切都值得咯。係啊，所以其實點樣喺兩邊之中取得平衡，就係有少少犧牲啦。就係可能我搭飛機嘅時候就會講埋嗰份功課啊，做嗰個 project 佢啊，然之後就係總之就玩少啲咁樣咯。升咗上高中之後，課程變得好緊迫，比起初中嘅課程更加難。
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溫習。對我嚟講，做運動員同埋兼顧學業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咁你係點樣去兩者兼顧，又平衡做運動員同讀書嘅壓力咧？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就係、其實就係盡量去擠啲時間出嚟咯。係啊，即係我哋可能放學之後好攰嘅，咁想攤下嘅冇問題。即係最緊要係唔好有壓力咯，同埋做運動嘅時候就專心做運動，讀書嘅時候專心讀書。咁玩嘅時候就都盡量去玩啦。咁當然，但係就唔好將太多嘅時間放咗喺啲無謂嘅時間咁樣，無謂嘅地方咯。相信你都花咗唔少時間平衡學業同運動，喺實踐方面都真係唔簡單。咁你又認為應付學業同做運動員有啲咩共同特質係需要具備嘅咧？我覺得學習同埋運動都係一樣，係永遠都唔會有完美嘅咯。即係我哋做運動員一定係追求進步，但係永遠都唔會有學得晒嘅時候。即係讀書都係啦，即係可能大家聽過海倫話，其實你永遠都唔會有學得完嘅時候。即係可能我係運動好叻，咁但係可能在座都有啲可能讀書啊或者任何領域叻過我嘅。咁所以我覺得運動同學習共通嘅地方就係學嘅時候要保持謙卑嘅態度啦，要謙虛咁樣去學咯。原來應付學業同做運動員都冇衝突啦，台下嘅同學都可以諗下自己有冇謙卑嘅心去應付學業同運動。除咗啱啱提及呢樣之外，你又有冇試過因為經歷傷患而影響練習同比賽？又點樣去處理呢啲困難咧？有嘅，因為好似因為運動員一定會經歷傷患啦。咁我其中一個比較嚴重嘅傷患就係喺19年嗰陣時就係準備緊亞青嘅時候，喺哈薩克一個訓練營嗰度就整親嘅。咁我可以分享少少嗰陣時嘅經歷啦，就係喺比賽前一個星期咁就去準備比賽啦。咁就好不幸就傷到我嘅右腳嘅腳掌啦。咁當時其實唔知道自己係咩傷嘅。咁淨係知道話腫咗喎，好痛喎。咁又冇醫療團隊喎，咁就隨便喺側邊。咁啱嗰度就係一個比較高嘅冰山嘅地方訓練，咁就攞咗一紮冰去敷。咁即係好特別嘅經歷。咁當時就翻到房就 keep 住好腫啦，咁就打俾屋企人就問：哇，究竟使唔使睇醫生咧？可能比唔到賽喎。咁嗰陣時屋企人就我話你自己選擇啦，但係你要諗一諗喎，你準備咗咁耐，準備得咁辛苦，不如試下去搏一搏啦。因為如果你比賽睇完醫生嘅話，佢同你講話你骨折，咁你就一定冇得比賽。咁嗰陣時其實我唔想錯失呢個寶貴嘅經驗，寶貴嘅機會啦。咁所以就選擇去搏一搏，就食咗粒止痛藥就落場打啦。咁嗰陣都令到我攞到第一面亞青金牌。我嗰時落場嘅時候就冇諗咁多嘢啦，就係諗做翻平時練習做嘅一個換天啦。落到場就搏一搏，就係咁令到我攞到香港第一面嘅亞青金牌。咁所以我覺得呢次傷患，我覺得有時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啊。但係最緊要就係堅持住咯，唔好放棄啦。咁同埋把握每一次機會，咁最尾就算得定唔得，始終你自己都唔會後悔咯。相信台下校隊嘅同學都有曾經因為經歷傷患而影響練習同比賽，甚至會有陰影。但係聽到你嘅分享，都真係覺得你好勇敢，你嘅耐力都好令人敬佩啊！除咗啱啱提及經歷傷患之外，你又有冇喺運動員生涯入面面對過一啲樽頸位，覺得好難突破或者想放棄，又點樣去處理呢啲困難呢？有嘅。咁其實大家可能見到我一路都好似每一年都攞獎啦，好似好順咁樣。但係其實每一個運動員背後都好多嘅挫折啦，好多嘅低潮啦。咁我自己為例，其實我喺13歲、14歲嗰段時間係我人生其中一個最低潮嘅位置。咁當時其實啱啱發育啦，咁其實個肌肉嗰個協調性好差。咁喺我13歲之前 keep 住喺全港賽都攞到金牌啦。咁但係去到啱啱踏入13歲嘅時候咧，咁就開始長高啦，開始大。咁所有嗰啲把步咧都站唔到好低，咁就令到我
好多比賽都喺首輪就輸咗啦。咁當時咧其實都好挫敗，有諗過係咪空手道唔啱我啊？係咪開始退步喎？不如放棄啦。咁但係慢慢都係屋企人啦、教練灌輸俾我多正面嘅一啲説話俾我啦，咁令到我慢慢堅持到依家咧，咁令到我可以一次一次咁樣跨過呢啲挫折咯。我喺學習上面有時都會面對到啲樽頸位，其實都真係好容易令人覺得氣餒。但係你有呢種耐力，都同你成為世界冠軍有密不可分嘅關係。能夠成為世界冠軍，真係一個好大嘅成就。你喺榮升世界冠軍之後，有冇為你增加咗好多壓力啊？你又點樣去處理呢啲壓力呢？當初係有諗過會有壓力嘅，咁但係有一個例子想同大家分享。我咁啱喺今日睇咗一條片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Conor McGregor 呢個人？應該大家男同學應該聽過呢個人，就係一個好成功嘅格鬥家。佢就講話if you think about the past, you will feel depressed. If you feel about the future, you will feel anxiety. But you feel about this now, you will be happy. 其實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句嘢啦。咁就係其實就係個重點就係活在當下咯。即係好多例如過去啦，其實字面意思就係已經過去，我哋唔使理咁多過去嘅嘢。而未來其實有好多不確定嘅因素，你控制唔到咯。咁所以其實我依家大家都一樣，其實只要活在當下，做好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咁遲啲嘅結果究竟好定唔好咧，都係我哋控制唔到。最緊要就做好自己咯。原來活在當下都好緊要啊！不過其實我都花咗唔少時間喺學習度。如果用呢種心態，我估我都面對到學習嘅壓力。我哋每個人都要面對唔同嘅壓力。今日坐喺度嘅同學咧，都係收到鐵本同埋校隊嘅同學，相信呢啲處理嘅方法都俾到同學好多嘅提醒。都知道政府同埋學校都提供咗好多精英運動員嘅支援計劃，個案你都受惠呢啲計劃繼續去升學。你會有啲乜嘢嘅説話去勉勵同埋提醒咁多位同學咧？我諗就係唔止讀體育系啊，或者所有係校隊嘅同學啦，即係所有同學希望都要堅持，唔好咁易放棄啦。因為其實人生好長嘅，即係唔會所有嘢都一帆風順啦，即係可能會遇到好多挫折啦，好多嘅質疑嘅聲音啦。即係例如我為例，當時我讀緊書嘅時候咧，有啲同學會話：哇，做運動員揾唔到食嘅喎，不如你讀嗰啲讀咩科啦咁樣。咁但係我都係冇聽佢哋嘅意見啦，冇理佢哋，專注做好自己咯。咁最緊要我覺得就係要相信自己，同埋就係當你選擇咗嗰樣嘢之後，你就要堅持，唔好三分鐘熱度去。因為我相信所有人都有自己嘅長處啦，係，所以就係最緊要就係要把握機會喺自己嘅長處嗰度發光發亮。從你嘅分享中，明白到要應付學業同做運動員都真係好辛苦，堅忍嘅態度都好重要。只要甘願犧牲玩嘅時間，清晰目標，堅持唔放棄，最終都可以實現夢想。而家係交流時間，同學聽完分享之後，有冇啲咩想問下鄧先生啊？我想問第一條先，係啦，因為咧頭先咧鄧生咧都問我哋校隊有冇空手道喎咁樣，咁我哋冇嘅，咁可唔可以都介紹下空手道俾啲同學認識下？好，咁其實空手道都好長歷史嘅，咁如果有歷史，可能我黑眼瞓大家都會。咁我講一講少少歷史啦。咁其實空手道咧，以前係喺鬥球嗰度開始發展嘅。咁當時係叫同手啦，咁慢慢就流傳到去日本就叫做空手道啦。咁我哋依家空手道咧，其實係競技項目啦，咁就有分到型同埋組手嘅。咁型喺我哋廣泛市民嘅認知就叫套拳啦，就係去打啲指定嘅動作啦，然之後就有出位裁判嘅比分嘅。咁組手咧就係我哋兩個選手去對打，然之後得分最多嗰個選手就勝出咯。咁大致上咁多，因為空手道都有好多歷史，咁但係如果我講咧，希望大家都會學下翻。其他同學啊，好，可以大聲少少啊，後面先，後面先。宇軒先生，你而家嘅未來嘅策劃就係想做一個空手道嘅選手啦。咁其實好多運動員都有個困難，或者我自己都有個困難。咁就係當你假如你升到
一個冠軍啊，咁你以後未來嘅生活應該點算咧？例如你以後嘅生計啊，或者以後有好多病痛累積咗啊，咁你退休之後應該點樣策劃咧？以我為例，其實做運動員，如果係精英項目嘅話，就會有啲資助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非精英項目啊，或者係一啲part-time 運動員嘅話，就可能資源比較少啦。咁但係我見依家嘅政府都越嚟越 support 運動員啦，所以我相信將來嘅運動員嘅保障都會越嚟越多嘅。咁另外就係除咗做運動員之外咧，亦都要諗可能喺多方面去發展啦，因為而家個世界都轉得好快，好多可能 AI 啊運動員，可能好多工作都會俾人取代。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係除咗做運動之外，其他嘅都要揾到其他嘅發展嘅方向咯。咁以我為例嘅話，就係我依家讀緊中大嘅運動科學課程啦。咁就係希望當我作為運動員之後咧，都想帶俾下一代其他做運動嘅知識啦，可以做，所以我遲啲可以做運動教練之外咧，都可以做老師咯。就住 PC 曬，我想問咧喺你嘅職業生涯裏面咧，就係你最深刻嘅一次比賽係乜嘢比賽？好，呢個好問題。就係我啱啱嘅世界搏擊運動會啦。咁其實我講個 background 就係我喺準備亞運會嘅時候咧，其實就受傷嘅。咁當時就又係唔敢睇醫生啦，因為驚睇醫生嘅時候就會有睇到有啲咩嚴重傷患俾我參加。咁嗰陣時其實就準備得好辛苦，好辛苦。咁就有8個月嘅訓練營啦。咁就同我嘅隊友一齊去日本嗰度集訓嘅。咁一路都係覺得我哋可以贏到嘅。咁去到比賽嗰一刻，比賽完嗰一刻，我哋都覺得係我哋值得攞一塊牌嘅。咁但係好可惜啦，其實有好多因素影響啦。我頭先我講啦，可能裁判嘅口味啊，有啲失誤啊，或者其他選手嘅表現啊，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比賽嘅結果啦。咁就令到我喺亞運會錯失咗一塊獎牌。咁其實嗰陣時就係我一個好低潮嘅一個時間。咁但係接住1個禮拜之後，我哋要參加世界搏擊運動會。咁嗰段時間我就要好好咁樣去調整我嘅心態。就啱啱講嘅初心，就係點解我當初要玩空手道咧？其實我係為咗要贏啦，其實我享受玩空手道嘅過程。咁嗰陣時我參加世界搏擊運動會嘅時候，其實我就轉換咗個心態，去到比賽場地嘅時候，就冇諗住我要贏，而諗住享受喺台上面嘅每一分鐘，享受我打每一拳，咁就令到其實我當時嘅表現就比之前好好多啦。咁就令到我攞到冠軍，咁亦都係香港首面世界搏擊運動會金牌，亦都令到我喺世界大會上面攀升到第1名。所以我覺得呢啲種種嘅經歷令到我個人成長咗好多。其他同學，咁我都想問下，你做咗世界冠軍之後，你下一個嘅目標係咩？我諗因為亞運會啦，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運動賽事啦。咁我希望嚟緊3年後嘅亞運會都可以為香港攞到一塊金牌。咁仲有一樣嘢就係，除咗我自己攞牌之外咧，其實我都好想推廣運動俾普羅大眾，因為其實我覺得唔止係運動員先需要做運動，其實運動帶俾我哋好多嘅價值啦。啱啱想講就係可能多咗時間可以同屋企人相處啦，即係可能而家大家都會話，咁我不如自己匿埋打手機啦。但係其實因為我都經歷過好多啦，好多屋企人嘅離世啊，或者令到我好珍惜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咁其實運動都係可以帶俾我哋好多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啦，同埋亦都我哋可以身心都可以好健康。所以其實運動都好緊要，所以我好想推廣運動呢個概念。想問下咧，每次你比賽緊張嗰陣時咧，係咪點樣去調整自己嘅心態？即係因為我每次比賽我都會緊張，但係我唔識得去調整自己嘅心態。呢個好好問題，因為第一其實如果我同你講比賽唔緊張咧係呃你，
因為所有運動員無論佢幾有經驗，可能何詩蓓啊、張家朗每一次比賽都會緊張。咁但係我自己經歷啦，就係你要接受嗰份緊張咁啦，同埋就係你點樣去比賽。因為啱啱頭先所講就係有好多嘢你控制唔到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你要做到自己控制到嗰一個部分啦。例如你可能做翻你平時練習做嘅嘢，做好平時練習做幾多熱身啊，食啲咩嘢啊，或者有冇做好熱身呢啲所有嘅細節咧，就可以令到你嗰個緊張感少啲咯。係啊。我都想問下你，你由細個開始接觸空手道啦，你由細個到而家對空手道嘅心態有啲咩嘅改變咧？空手道嘅心態有咩改變？以前都係一樣啦，我都係玩空手道，純粹係想自己去開心玩啊，又或者係攞獎啊。但係慢慢我就覺得除咗自己一個玩空手道之外，都想令到大家都一齊玩好咯。因為唔止所有運動啦，空手道都係一樣可以強身健體啦，呢啲好老土嘅嘢，大家都聽過啦。同埋就係可以令到即係都係多啲同屋企人相處時間多啲咯。咁除咗自己一個練空手道，都想推廣空手道呢個項目。咁咧，我近排咧睇開新聞都講到嚟緊咧，即係巴黎奧運啊。咁咧，我就都想知下，其實你會唔會即係下一個舞台，或者下一個想挑戰嘅，會唔會係呢個舞台咧？又或者會諗過咧？係啊。奧運會我一路都係好想參加，咁但係嚟緊巴黎奧運啦，我哋空手道就冇列入喺呢個項目入邊。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我都想講，頭先都講啦，話最緊要係裝備好自己，即係把握機會啦。即係如果你有奧運先至去準備，先至去參加呢個項目嘅話，咁你一定係唔會比其他運動員好。所以最緊要就係我依家可以做到嘅嘢就係練習進步。咁當呢個項目納入喺奧運呢個舞台上面嘅時候，咁我就可以去爭取到呢個機會，攞到呢塊獎牌。我哋在座咧，全部都係玩 sports 嘅同學嚟嘅。咁陳先生有啲嘢忠告俾我哋呢班嘅同學仔。忠告，我覺得就係堅持住，唔好放棄啦。因為做運動員一定係會點講咧？即係你唔會永遠都贏㗎嘛。咁當我聽過一句咧，就係贏嘅時候繼續練習，輸嘅時候繼續練習，冇成績嘅時候繼續練習。總之就係 keep 住 consistent，keep 住練習咯。即係其實成功係冇一個叫咩捷徑，成功冇捷徑。即係我哋運動員，其實大家見到好表面攞獎好似好好咁，但係我哋背後其實就係一個好沉悶、keep 住一樣嘅一個練習，慢慢先至去進步。所以我哋係即係台上1分鐘，但係台下其實真係10年功。相信喺今日嘅訪問交流裏邊，咁多位同學都可以從中學習，希望大家可以喺校隊上面發揮所長，亦都能夠兼顧到學業，實現大家嘅夢想。我哋再次多謝鄧先生，多謝大家。